大家午安，我是苏密 ，Hello， 我来自台东都兰，都兰国小是我的母校，有都兰国小书包吗？你们本来以前只有在都兰买得到，现在全台湾都买得到这个书包了，是怎样？全台湾都有这个国小了。你们知道吗？都兰国小吗？知道。你有去那边吗？有。很漂亮吗？漂亮。学校还好，破破烂烂的，山很漂亮，海很漂亮。我在都兰国小毕业，我就读都兰国中，然后都兰国中毕业，就没有学校了。然后都兰没有别的学校可以读了，就直接搬入都兰社区大学了。但很好玩，现在很多人很喜欢都兰，很多艺术家。我觉得都兰部落应该是外国人口密度最高的部落吧。其实都兰很多外国人呢，我们那边的人也不太会讲英文啊。奇怪，对啊，我讲阿美语啦，美语。没有，其实那么多人，然后当然台湾的各个地方的人也很多，很多人喜欢去都兰。照片有，很漂亮。这个不是。等一下有播我会告诉你们。然后我来自都兰，然后待会唱的也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用阿美族语的一些创作。听不懂没有关系，当作听法文，好不好？好，带来这首歌《我们的约定》。